来继续来看，伫个台南新市种白莲雾的农民王坤良，这个心肝热苍苍，因为这几天落大雨，这个白莲雾为地头啊遐来逼开，讲这规丛的白莲雾是滴甲规涂骹，只好摕来做肥料。 台南新市的白莲雾本来已经到采收期啊，不过因为这几天落大雨的关系，果子园内底白莲雾落啊规涂骹，和农友王坤良翁某看了真唔甘。农友讲，种白莲雾上惊拄到落大雨。你若是伊小果、中果落雨是拢无所谓，迄拢无要紧。上惊拄啊，你要采收的。迄个前一礼拜来连线来落2、3天啊，安尼你就规个拢会裂过去。农友王坤良笑笑地讲，这几天来已经扫10外地白莲雾去啊，讲这无人卖，只好摕去做肥料。嘛扫去啦，用白啊地去啦做肥啊，做肥料。今年新市的白莲雾因为气候影响，伫头一水开花时拄着寒流，即摆下当晚啊，搁拄着大雨，或者农友王坤良真无奈，即摆都要等到6月底才有白莲雾通上市啊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